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京东风台杜苏芮目前是往台湾接机，可能会伫后礼拜暗时到拜日透早影响台湾。有专家嘛预告风台继续增强。新北市邦桥昨下晡一个大学生互冷气焊着不幸死亡，可能是冷气的螺丝无锁严，冷气师傅马上移送法办。桃园市一个13岁查某囡仔配合警方办案，甲嫌犯约出来，虽然警方有诶监控，也毋过一个查某囡仔嘛是互嫌犯操打。新闻开始来关心今年的第5号风台杜苏芮已经形成，有可能是今年头一个发布路上风台警报的风台哦。风台是继续挖进台湾，可能会伫后礼拜的暗时到拜日的透早影响台湾。也毋过目前风台路线预测哦，阁有真侪变数，嘛有气象专家预告未来嘛有可能会增强做中度的风台。伫菲律宾东南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第1日透早已经转做轻度风台杜苏芮，豆豆啊加向南台湾。气象局表示，后礼拜开始会对台湾造成较大影响。预估在下周1、周2、周3，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会来到巴士海峡。预估在周2、周3这个位置的时候，因为它的环流可能相对是比较大一点，会为东半部地区带来一些下雨的情况。而西半部地区预估也有一些局部降雨的情形发生。气象局表示，风台杜苏芮扫入来咱台湾的机会有变较悬，礼拜进前也未当确定，阁需要观察。嘛提醒民众拜六礼拜就要做好风雨的准备。现在在周3、周4，台风是距离最接近的时候，因此这时候的风雨相对来说有可能是比较明显的。以目前的预估路径，在周2到周4，台风是逐渐接近的过程当中，风雨带来的影响可能是不小的，请大家特别留心。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气象局嘛提醒民众，台湾海峡南部的风影较大。另外，这礼拜天气大部分拢是过道会落雨降雨，日是高温烧热，一寡所在温度上悬会到36度，就要注意假日唔通晒着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邦桥昨下晡有一个21岁政治大学查某学生，伫个简单公车的时候，互一台对17楼管落来冷气焊着，不幸死亡。装冷气的师傅是讲，可能是伊螺丝无锁严，嘛已经互移送法办。劳检处今仔嘛去现场了解，上济会罚30万哦。发生这款意外，装冷气的安全问题嘛引起讨论。媒体问伊讲，是毋是要向死者道歉？涉案的师傅拢头无讲话。伊互人依照过失致死罪移送新北地检署，因为伫咧20伊去新北市邦桥新埔站附近的社区装通行冷气，因为时间无顺利，冷气对管理所在摔来，其讲到一位正大女学生。根据了解，这个师傅讲，伊普通时拢是装分离式的冷气，袂啥装通行的冷气。也承认讲，伫咧装的时阵螺丝无加严。司法警察他们如果报验之后，我们检察官就会去相验。检察官收到案子之后，他会针对涉嫌的这个被告刑责的这个部分来做一个处理。最主要是有没有过失的责任。伫案发现场，有民众彩绘悼念死者。伫案发了，新北市政府下令施工单位停工，劳检处也派人调查作业的过程。敢若是这个师傅伫咧作业时阵，冷气机锁无严，互冷气机规个摔来造成意外，认定有疏失，将会依法开罚。今天我们劳工局呢，将对李姓师傅跟他的公司呢实施行政调查，违法事实一经确认，最高呢可裁处30万元罚款。这件意外也引起伫咧装冷气机的作业时阵的公安讨论，亲像有业者会赶时间，无注意时间的细节，锁螺丝的柄好锁无够严，或者是电钻伫咧装的时阵装伤过头，有可能造成施工一个所在维修的危险。富人是等于维修的一个活动空间嘛，因为现在大楼大家都吊外墙了，希望说能够有一个友善安装的一个空间了。那现在等于业界也大家就是说危险安装，我们厂家了可以拒绝维修了。亲像电气工会就甲基定，
熄火机安全规范，要求业主伫咧高空安装的时阵，将设置铁网啊，或者是护栏，保护施工者的安全，对所得来维修也较有保障。若是业者无爱装，施工者会当因为安全的原因拒绝施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县消防局接到报案，有一个去基内山爬山的查某人失踪哦。救灾人员坐直升机去找人，找到第3天，总算找到这个民众，人意识清楚。另外，伫台东的护工期间哦，某民众跋落去海里，加载人嘛有救起来。一个接到有爬山人失去联络的消息，花莲县消防局随申请救援直升机，加搜救队员载运上山，要把握黄金救援时间，找到失踪的人，无正真有可能发生意外。7月19号的傍晚，该名女子有传出最新的坐标。那本局人员于7月20号上午，由直升机搭载10名警消及民间单位下放于磐石西峰，针对该名女子的失联坐标进行下切500公尺的搜索。这件爬山失联的意外是一团8人15爬东基来时阵，其中一个女性17甲队伍分开了后失联。队友报案了后，消防局出动2批次上山敲找，20伫山坎一个山洞内发现了伊。刚好我们绳索下降的人员听到他在讲电话的声音，那他位置是在一个石洞里面。他在石洞里面应该是过了2天，就是粮食跟水已经差不多消耗完了。另外，伫台东的富公渔港，20暗时划船队员巡视港区的时阵，发现有民众落入海，随等浮标互因还，并通知海巡舰艇来到三港。科信民众不慎落入港区，随即派遣搜救小组成员携带救生装备前往现场。抵达后，投掷鱼雷浮标给予攀附，以增加黄金救援时间。并穿着全套救生装备下水实施施救。互人救起来的查某人性命迹象稳定，无明显的外伤，不过意识无啥清醒，后续送台东马偕病院治疗。好在这2个事件拢伫黄金的时间内成功救援，无人员伤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南部各有山区哦，这几天过道拢会落雷公雨，冒传出灾情。昨下晡嘉义阿里山公路可能是落雨，路真挤哦，嘛发生车祸。伫台南的市区的林心路的地下道嘛积水哦，有轿车就掉伫地下道。一台黑色轿车20经过嘉义中部台18线23.4公里路段，煞驶一半尔，想袂到对向有一台白色轿车，可能是涂骹伤过骨，规台车就安尼出过来，佮去弄到停伫路边另外一台轿车，造成2个人受伤送病院。宜偏女路滑，致车辆失控打滑至对向车道，不慎撞击到对向一部正在行驶之自小客车。而遭撞击之车辆又失控撞击到停放路边之一台自小客车。加在这2个人意识真清楚，赶紧送病院。另外，这几天中南部也有山区过道容易落雷公雨，台84东西向快速道路大内段，20下晡也因为短时间内雨路真大，这6个霾啊拢流到车路顶头，警方也去到现场维持交通。另外，在台南市区的林心地下道也捌积水，造成一台轿车掉车。7点到7点半，瞬间下了大概40毫米的大雨。那瞬间降雨已经超过了雨水下水道的一个标准，所以路面的这个积水的状况比较多。除了受到强降雨影响，水利局现场勘查也发现到铁路地下化工程的篷布塑胶袋啊，影响到排水，买手也向铁道局批发。根据到中央气象局预报，最近中昼了后，落西北风几率变悬。下晡出门上好早雨伞雨满，到山区也要注意防山，也有山里做大水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市有一个13岁查某囡仔配合警方办案，甲嫌犯约出来。虽然警方拢有监控，也毋过这查某囡仔嘛是互嫌犯操打。有律师就批评讲哦，警方这款钓鱼办案的做法已经违法了。桃园地检署嘛在侦办。律师伫面册破文讲，正喊讲桃园市警局爱负起专责为题，写13岁少女配合中立警方做诱敌，却伫警方监控之下，上现场10人的车遭性侵。批评警方互未成年少女做诱敌，诱捕嫌犯，明显违法，是不当的警察行为。违法大外哥女老师是你，报复超商好客，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也是你。现在让13岁未成年少女当诱饵，还害人家被性侵，又是你。
律师表示，安尼钓鱼执法已经违反《警察职权刑诉法》第3条第3项规定，要求按处罚，同时保障被害少女，各将后续进度完全公开。警方回应，嫌犯用数笔相片威胁性交易，妈妈发现了马上报案，因为交友软体真歹反查，才会被害少女惊是大型性交易，引诱嫌犯出面。本案侦办过程从受理、笔录制作及行动当时，均有监护人同意及全程在场陪同，并无单独以13岁少女作为诱饵之状况。未成年的这个少女本来就不应该变成是警方的一个诱饵，而去协助警方的侦办，可能未来会是提供给我们的警方的一个很重要的案例教育。学者呼吁未成年被害者应该负责做诱敌，防止危险代志发生。地检署也分读案情办，由承办检察官确认相关事实甲法律适用。警方表示会检讨改进，佮配合地检署调查清楚，环境是毋是有牵涉违法情形，相关事实责任也会追究处罚。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溪湖一间国中有一个细地数学老师，7年前侵犯女学生，被判刑2档，嘛被改聘。最近有风声讲，这个老师被拐出来，按说要开家教班。这个月11日，又有一个受害的女学生出面提告，这个老师嘛被法院裁定收押。这个月11日，32岁外小姐出面指控，18年前咧读国中2年时，细地数学老师利用下课家教的机会，以掠人或者是矫正姿势做理由，该性侵7年遐尼久。伊伫公诉人员甲律师的陪伴之下出面提告。中华检方认为，这个细地的老师涉嫌重大，向法院声押受批准。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当庭逮捕，并以涉犯为重罪，有勾串证人、湮灭证据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这个细地的老师伫2017年因为甲女学生性骚扰，互人依照妨害性自主罪判2年有期徒刑，而且规世人改聘。受害者温小姐表示，这个老师出价毋但改名，阁要开家教班，决定向电公所求助，提告妨害性自主。目前尚无有5名受害者出面指控。受害者是大约有5位啊。那这些人当然是说受到性骚或性侵的都有，的确是还有其他隐性的受害者。那这些受害者没有站出来，原因有的是不想破坏现有的生活，有的是还在整理情绪啊。律师表示，目前知影这5个受害者，除了外小姐以外，有3人是透过公所寻求法律协助。除了希望检方扩大追查，嘛希望有类似状况的受害者勇敢站出来，提供更较侪具体事证。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士林地方法院一个洗出来的前审判长，同指控讲骗说女法官，内部的调查审查了成立。法院今仔甲加害者送到法官评鉴委员会，若是审议成立，就会移送庭改法院。相当的处罚是互免除法官的职务。目做法院发言人说明判刑理由，将士林地方法院审出来审判长伫法官论坛，互人公开涉嫌性骚扰新来女法官。案件入去法院的性骚扰审评会了后，即马结果嘛公布，士林地方法院2日证实，审议认定申诉案成立。目前我们看到的信息是成立。法院发出书面声明，进行访谈调查，决议性骚扰成立，而已经依照审评会建议，已请法官评鉴委员会做个案的评鉴。若是经过审议了后，佫成立，安尼审查前审判长，恐惊会互人移送庭改法院。若是较轻呢，会判新改，相当会面临免除法官的职务。我们讲的这些性骚啊，或是院长只要稍微去打听他所属法官的风评，都可以了解。最有效的应该是法院内部的行政监督就可以来处理这件事情了。法院其实都知道，只是觉得好像不严重，不想处理这样。除了审出的前审判长，亲像前庭改法院院长李碧道等真侪的司法官，小连续跟入MeToo的风波。民间司改会化工强化行政监督，落实评鉴制度，来防止这种的代志一直出现。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前立委罗志明，佮有前海军少将谢福雄涉嫌和中共吸收伫台湾发展间谍组织。高雄地方法院今仔是以违反国安法判谢福雄红判5个月有期徒，罗志明是判无罪。高雄地检署指出，讲这两个人伫2013年到2019年，利用政治佮有军中的关系，消解国军的高层，佮有退休的将军去中国防招待，计共是有13届哦，有48个军中的高层接触到中国的统治组织。也毋过这两个人拢否认讲，因有伫台湾发展间谍组织，承认讲是有安排退休的将军去中国旅游。再来看万安演习会伫7月24到27分区来举行。基进党早起开记者会批评讲，万安演习已经真做是应付尔咯，民众嘛无啥感觉。因呼吁中央到地方哦，就应该爱重视防空避难演习的重要，嘛爱加强防灾演练。刚刚在12点50几分左右的时候，就是有空袭警告。我躲在这里大概没有多久，感受到非常强的一个震动。半年后，防空警报行精神呢，乌俄战争超过1年，台湾基进高雄东部执行长尹培华去乌克兰考察，佮亲身去感受爆炸的威力，嘛讲出实际防空避难演习的重要性。演习无应该变做照顾你伫做代志。所谓万安演习，万安演习不是万年不动的演习，万安演习必须要随着台湾的受到威胁的具体状况，必须有具体的往前，并且真实让人民众觉得跟自己是有关联。台湾基进党嘛点出新版的防空避难大纸标示无清楚，资讯量甲旧版的大纸比起来明显不足，就连避难设备一旦点偌侪人拢无。实际行一撮新版大纸的所在，民众实际感受确实是有淡薄仔无清楚。方向当然应该是可以看得出来嘛，但是贴纸稍微小了一点，走过来根本看不到，真的是比较多资讯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我觉得这样也太草率了，连一张纸这样子。万安46号演习北部地区第24下晡1点半举行，分做2阶段实施。台北市包括全市实施疏散避难演练，也甲关键基础设施灾害抢救、建设灾民收容救济站开设演练。想定的状况是，这个南港车站如果被飞弹波及，来衍生建筑物倒塌、火灾、设施损坏这种接下来要抢救演练跟伤患的救护等等作为这会是这一次我们演练的重点。台北市政府表示，这个演练特别设置个人紧急避难包展示区，规划部分灾民炸个人紧急避难包实施报道演练，加强宣传，希望发挥平常时防灾战时会当卫生的效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要背互咱台湾的武器，其中有191亿美金的军售案延前交会。美国国防部的助理部长瑞特纳伫一场听证会就指出讲，一般的军售，政府会透过总统拨款军事援助，甲外国军事融资的计划来协防台湾。美国的国务院嘛强调讲，对台湾的政策并无改变。汉光演习后礼拜举行，国防部公布查到26台军机、7架军舰持续伫台海周边活动，搁较有1台19反舰直升机伫台湾东部空域飞行。共军最近加强扰台，不过即马美国军售交付延误达到190亿美金。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出席听证会时阵，先背回讲这是系统性的问题，会透过其他授权方式，赶紧实现对台湾。We'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fulfill our commitments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s quickly as we can through foreign military sales, but also through other authorities, including Presidential Drawdown Authority and potentially 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 另外，阮有议员询问美军伫密西根州军事基地训练台湾部队这个问题，瑞特纳并无承认嘛无否认，敢表示上好是伫无公开的所在来讨论。针对共军扩张的行为，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是批评北京想要改变台海现状，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无改变。Meeting our commitments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o assist Taiwan to maintain a sufficient self-defense capability. We'll meet those obligations. There hasn't been any change
to our one China policy over the last 40 years. 台美关系在近年来已经达到最好的阶段，那我们都会以这个负责还有合作的方式来使台美关系更加的坚强。因为副总统赖清德要去巴拉圭访问，过境美国，中国驻美大使社方是批评要当赖清德这个有变数的人。行政院长陈建仁2日回应，出国访问过境这制度惯例，中国无需要武力起诉，制造不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白宫昨证实讲，一束炸弹已经送予乌克兰的军队，嘛已经用来对付罗西亚。因为这款炸弹是真一粒炸弹组成的，无爆炸的炸弹是真危险哦，所以有人权的争议。罗西亚总统普京进前就呛讲，若是乌克兰使用这类的炸弹，伊嘛会保留使用的权利。联合国的秘书长古提瑞斯就强调讲，因坚持反对使用这款的炸弹。正在乌克兰士兵用美制109自走炮对俄军发动攻击。战事紧张，乌克兰军方透露，已经在东南部前线使用美国提供的战机武器集束炸弹对付俄军防御阵地。前线乌军士兵也证实，过几天就收到集束炸弹。Дані касетні боєприпаси мають дуже, скажімо так, вигідну рису, вони можуть накривати дуже велику площу, де скупчується дуже багато живої сили там чи легкої броньованої техніки. We have gotten some initial feedback from the Ukrainians and they're using them quite effectively. 俄罗斯总统普京进前嘛表示，俄罗斯有枪支集束炸弹，暗过毋捌使用过，佮批评美国讲使用这种弹药是犯罪行为。Несмотря на известную нехватку в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период времени, и у нас тоже боеприпасов, но мы этого не делали. Но, конечно, если они будут применяться против нас, мы оставляем за собой право на зеркальные действия. 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强调，虽然美国、俄罗斯甲乌克兰拢无签署禁止使用集束炸弹的国际公约，依然坚持反对在战场使用的立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控诉俄国攻击乌海港口敖德萨的基础设施。中国外交部20日暗时证实，中国伫敖德萨的总领事馆也向俄军同时影响，外壁甲窗仔拢损毁。Тільки за 4 дні цього тижня, з понеділка, російські терористи вже застосували проти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і значною мірою саме проти Одеси та Одещини, Миколаєва, інших наших південних міст і громад застосували майже 70 ракет різних типів, майже 90 шахедів. 另外，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的成员出现在白俄罗斯国防部公布影片当中，而且咧训练白俄罗斯的士兵。白俄国防部阁表示，这军事训练基地离北约成员国波兰边境只有5公里。到伫波兰边境的民众对最近常常直升机咧飞，甲常常传出枪声甲爆炸声，感觉真不安，也烦恼战火会拖到波兰。公视新闻陈伟仁报道。再来看南非第一大城约翰尼斯堡伫19暗时发生爆炸，爆炸发生伫车路顶头，嘛造成路崩去，嘛往来车辆互炸掉，造成1个人死亡，48人受伤哦。爆炸原因搁会调查。对现场的监视器画面看到，这条车流量不正大的车路边突然间发生爆炸，车辆被炸飞几落公尺远，民众惊甲赶紧逃走。南非的第一大城约翰尼斯堡，这条4线的车道，19暗上下班时间，唔知为什么发生爆炸。I think it was past 5 lapho, ngiyoshaywa past, sizwa explosion nje, boom. Kuthi kwenzakalani asazi, sibona imoto ziyawa like disaster nje kumoshakele yonke into nje nento nje explodile between 上下班时间，这条路有真侪水大巴士伫咧行，路的两边有真侪悬楼的建筑物，包括店面甲徛街。当局伫咧爆炸现场搜救，找到一具男性的尸体。这件意外造成1死48伤。现场有人讲，爆炸了有闻到化学药品的味。At least babheka ukuthi kwenzakeleni yini ekhoze le nto le kwenzakeleni yini ekhoze into le kwenzakala kaso. Ilusizo esilucelayo kakhulu oluphuthumayo kuyathusa lokho. and sinengane encane。伫这个月初，约翰尼斯堡高考的贫民区也发生过一件有毒气体外漏的事件，造成17个人死亡。当地官员认为，可能甲非法采矿的活动有关系。这件爆炸，当局一开始就怀疑是地下天然气管线外漏，不过供应商讲天然气拢无停来，所以爆炸的原因也搁会调查。
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辑。瑞典的首都前一站有人烧古兰经，嘛，互伊拉克甲瑞典的关系变甲真歹、真紧张。伊拉克嘛，甲瑞典的大使赶出境了。为了要抗击伫咧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烧古兰经的计划，伊拉克20呼召瑞典的大使，并且调配驻瑞典的临时代办。伊拉克国家通讯社也报道，伊拉克已经暂停瑞典爱丽省伫伊拉克的工作许可证。几落百位示威民众会旗啊、爬过墙围啊，并且放火烧。伫巴格达的瑞典大使馆已经关闭，也无讲当时的重新开放。瑞典外交部讲，这件代志完全无法度接受，政府强烈谴责这款攻击，将甲伊拉克接触表达失望。伫发生放火了后，伊拉克总理苏达尼随调集安全甲外交官员开会，将会起诉放火的人，并且甲涉及的安全人员移送调查。巴格达也警告瑞典，若有人烧古兰经，将会断绝两国的邦交。烧古兰经事件引起部分穆斯林世界强烈的反弹。伊朗外交部召见瑞典驻德黑兰大使，强烈抗议亵渎神圣的古兰经。土耳其讲，斯德哥尔摩事件是正卑鄙的攻击。黎巴嫩真主党领袖纳斯拉勒呼吁阿拉伯加伊斯兰国家也呼召瑞典大使，加驻瑞典大使撤回。自美军推翻海山政权了，伫伊拉克背起来是个派警司萨德也站出来讲。إلى سن قانون يجرم حرق القرآن ويجعله جريمة إرهابية。这件代志是因为瑞典的警察伫咧6月28批准一位伊拉克难民烧古兰经了，20搁再因为同款的理由，也就是言论自由保护的规定，搁核准伫咧伊拉克大使馆外口举行同款活动的申请。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再来看德国的警方将要求被临南部郊区的民众伫厝内唔通出门，因为因发现有一只狮子伫附近出现，相关的单位出动直升机、警方、有兽医、甲拉人伫掠这只狮子。布兰登堡警方20透早发出野生动物脱逃的警告，爱柏林市区以外小马赫诺、特尔托、斯塔恩斯多夫也甲40位地区的居民唔通出外，听无关入去厝内，反而唔通摆摊。Und die Wildschweine laufen ja hier auch spazieren, die sind ja eben hier lang gelaufen. 警方表示，上起先接到报案，表示有2个过路人看到一只动物抵击另外一只动物，调查监视器了后证实是真的。经过判断是一只野猪，一只是狮母，所以展开敲锤甲保护居民的做法，出动警用直升机甲30台警用巡逻车，另外一个兽医甲2个拍拉的人嘛加入围猎。Standort, wo das Video wohl gedreht worden ist, gibt es keinen Hinweis auf Blut, andere Sachen, Kot oder so von einem Wildtier. Wir können sagen, dass wir unsere Jäger aktiviert haben und dass die Jäger auch mit Munition ausgestattet sind. Erste Ziel, wenn es irgendwie möglich ist, ist das Tier einzufangen, gegebenenfalls mit Betäubungsmitteln. 初步调查，附近动物园也是美戏团无这种动物失踪。国际动物福利组织4日提醒，咱人若是拄到野生动物，上界重要就是保持冷静，尽量往安全的所在徙去，像讲汽车也是建筑物。这已经唔是德国头一届互人通知野生动物走出来。今年5月有第7位苏兰自体逃走，搁跳入去车真济的车路。2019年有目镜抓伫西部城镇出现，用几落天才抓到。2016年东部有4位围栏逃脱，麻醉枪无甲砸落来，到尾啊开枪射杀。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再来看日本编译。来看有一只别流的货船，长伫高雄港的外海船进水哦，加在船顶19个船员拢有风救起来。这只船哦，伫今仔透早已经有一半沉伫水里咯，有1300外的货柜哦，拢浮伫海面上，嘛影响到船只航行的安全。高雄港务公司是赶紧来动员拖船甲工作船来协助，因为这只船哦顶头阁有油，烦恼讲会漏油，嘛已经伫4块位啊来设防护，避免漏油造成污染。再来看云林县的警方甲环保局最近针对违法摒废土来展开联合稽查，这个月就抓到14件，有88个人哦，因甲废土倒伫温仔内底，甲一寡无咧种植的农地，嘛已经互移送法办咯。我经来到云林县大西乡的一个废弃的渔温仔，发现不法的业者伫咧倒废土，嫌犯开路途机，去当场抓到。
刷石车车道将废土倒入去农地，怪手驾驶座的摄影镜头拄好翕到画面，拢去警方查扣。云林警方甲环保局联合稽查小组，也个出动空拍机来搜证。除了气温啊，伫咧较低的农务用地也拢有发现引建废弃物。已经很会修，然后有砖块、钢筋啊，还有泥棒混凝土啊，泥棒混凝土。云林县府7月份伫咧虎尾、大溪、麦寮、斗六、西里、启东等乡镇，总共是查到14件违法倒引建废弃物或者是不明图头的案件，总共逮捕68名嫌犯，查扣13台怪手、3台路途机、甲7台刷石车等各型车辆。查获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案件14件68人，查扣犯罪工具挖土机13台、推土机3台、砂石车与相关车辆7部。铺设地面铁板150片及手机等犯罪工具1批。警方以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将嫌犯依上法办。目前总共有15个人成业警检核准，后续的面临相关的刑责，也需要支付清除废弃物的费用以及地政处的行政罚款。记者云林报道。来看代替的高雄机场的开发案已经通过，开发区内底有上千丛的树仔，恐惊就爱撤掉。这开发案有真侪问题，早起有民间团体就呼吁营建署应该撤回这计划。这么侪树仔，民众直接散步真舒适。这是面积32公顷的代替高雄机场，内底有9公顷的森林，将近成丛的30到40年以上的大树。按过高雄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最近通过道境安细部计划当中，厂区文书、森林大树、甲开发区域高度定塔，道路分割破碎，地属将近成丛大树的森林，差不多9成面临遗失伤害甲错掉。厂区分离破坏严重，民间团体呼吁营建署撤回藐视民意的计划，要砍除841棵树，要移植121棵树，完全不是富裕计划。这样的计划出来，对外宣称说，我树木有3尽保护哦，我有做一个富裕计划哦，结果是砍树、移树。占90%以上。民间团体表示，市府对外声明讲，伊的版本有社会共识，毋过办过3摆座谈会当中，民团地方里长议员真济摆有提出，希望树仔应保留正做为母行大公园的诉求，完全无互市府纳入规划。民间团体联署反对市府规划，希望开发总建平，无变的情形之下，应将开发地平减少做8公顷、67公顷的森林加厂区分数。避免道路切割，催生森林公园。前阵没有像凤山卫武营的公园，那空气的污染又这么严重，里民大家都希望说能开放以后，我们到里面散步。没有办法，每一个人的意见都被采纳了。专案小组会议，好，我们在那边，我们再来做讨论。营建署表示，对公园面积大小问题，市府甲民间团体有无共款的建议，代替为活化土地是不是应退休甲安尼范围，会造成什么款的影响？拢斗阵提甲专案小组会议来做讨论，希望伫会中应有共识，处理平衡。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月200世界大学运动会特别伫中国四川的成都举办，咱国有210个选手参赛。早起，总统蔡英文亲身去高雄做赢的国家训练中心授旗。总统讲顶一届的拿坡里世大运，咱国摕到9块的金牌。总统嘛鼓励所有的选手，各再拼出好成绩。甲飞机举起来摇，总统蔡英文7月1日早起来到高雄做赢的国家训练中心，伫内底备战的选手特别启程前往中国四川成都参加这届的世大运。总统来授旗，也由世大运参赛国手李智凯代表接受加彩金。我们在拿坡里世大运上获得了9金、13银、10铜的好成绩，政府会做各位选手的后盾。也希望大家在赛场上都能够尽情地享受比赛的过程，获取宝贵的经验。蔡英文讲，顶一回意大利拿坡里世大运，台湾选手表现真好，政府爱做选手上好的靠山，也会持续提升培训计划。国家运动科学中心也当咧筹备，要借更较专业的协助，让选手会当有上好的表现。而在下个月1号，国家运动科学中心设置条例也会正式施行。
运科中心成立以后，将能够提供我们选手培训、参赛所需的运动科学资源。中国四川成都世大运原本是伫2021年要举办，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所以延到今年的7月。体操、跆拳道、射箭、柔道等等的项目，拢有摕到金牌的希望。蔡英文也感谢带队的教练、医师，也有工作人员，望选手会当享受比赛的过程，为国家争取上悬的荣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县头城的公立游泳池哦，最近是开放头城的民众免费使用，也毋过却要求民众爱签切结书哦，着想着爱家己负责。有家长是讲哦，实在是伤含咯。公所表示讲，切结书只是提醒尔，嘛强调讲目前救生员的人数嘛拢无够野咯。伫头城顶立游泳池被要求爱签一份切结书，顶面写若伫河口内底意外伤害，愿意家己负责。民众看到是真生气。人家免费，然后要责任要自己扛。对啊，我是觉得这样是很不合理啊，不然你就不要开放了。民众表示，家己囡仔去游泳池受水，拄着切结书的情形，现场救生员人数阁无够，感觉真无合理。若到游泳池爱签切结书，出代志爱家己负责，若去河边玩水就好。也都 OK， 对啊。实际到游泳池发现少一个救生员，根据游泳池管理规范，头城顶伫游泳池有500平方公尺，至少爱2个救生员，加上囡仔玩水区爱有1个，现场至少要有3名救生员，明显违规。对无救生员，民众拢无认同。那当然是本来游泳池应该就是要设置有救生员的。基本上还是会有一些意外啊，所以还是基本上救生员比较安全。因为你看我们这个切结书上面写的，就是说他怕他去影响别人，或是用不当的方式去游泳，我们要建立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方式的。头城顶的游泳池2021年因为疫情关起来，中经过厂商改善设备征收，最近重新对顶面开放免费一场。头城电工所表示，切结书只是提醒作用，无法律效力，救生员人数已经补足。记者综合报道。囡仔迄热拢上的照顾咧，有人力银行调查哦，靠长辈照顾的比例上济。过来是送去安亲班、幼儿园，有75%的家长会搁另外帮囡仔来安排活动，迄热平均就爱加开2万块。休热已经过1/3，这间公司定定有员工带囡仔来上班。公司是开放其中一间会议室作为临时托育的所在，囡仔互相陪伴看影片。人力银行调查，休热时阵，敢若5.1%的家长甲囡仔带到公司工课，40.2%的人靠厝内底是大人照顾。大概安亲班、幼儿园还有校园的暑期社团，也都是目前家长去安置小孩中的几个比较优先的选项。Flora 伫咧整合行销公司上班，囡仔才2岁，翁婿嘛定定加班，好加在公司，互伊伫咧厝内底上班，压力无遐大。万一不能在家办公，可能就会请假对，因为2岁真的还是很需要照顾的时候，然后他的作息啊，还有睡眠时间那一些，就如果乱掉的话，其实家长自己也会很辛苦。为着让囡仔有代志做，75%的父母会另外来安排活动，常常规划活动是国内旅行、体育活动、学科补习、休热夏令营甲才艺班。平均来看，为着这寡活动，爱加开19890块。在我们的整体调查的家庭当中这其实占了他们22%的家庭收入，也就是已经超过1/5了。安排活动，厝内底经济爱有一定的能力，无安排活动，又搁烦恼囡仔一直上网会有问题。对于囡仔上班族来讲，休热育儿压力真大。记者徐新志明台北报道。长照的悲剧常常发生。早起卫生福利部甲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就提出长照平安5个原则，呼吁民众就知影，佮爱知影利用1966长照专线、长照2.0这款政府提供的资源，来减轻照顾的压力。已经要70岁顾先生，因为牵手得到失智症，已经照顾太太6年的时间。不过最近伊所发现家己有小可失智的状况，为了减轻后生照顾的压力，主动向外求援。我也是个案，对啊，我又是照顾者，所以常常跟那个督导啊，或者是个管师
吵得要命，而且你到底你是要顾人，还是要互顾的？因应台湾高龄化、少子化的社会，家庭照顾者的压力愈来愈大。卫福部甲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办记者会，提出中照平安的守则，包括适时找人斗相共，还是找着人来照顾替换，还是敲关怀专线，或者是逐工留时间，互家己心情消透，定定安心的交接计划，拢有当帮助家庭照顾者改变心情。只是进前传出部分的中照据点，烦恼业务费无法度负担，选择无要开冷气，引起家属烦恼的着刷。希望这些服务提供者也都能够帮忙把关的部分，有一个合宜的温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共同来遵守的。依据不同开设的时段，那给予有一些相关的业务费的补助，大概就是2到6万。这样的一个样态1个月哈，那所以这些钱事实上是可以来支付相关的电费啦。卫福部回应拢有提供补助给中照机构，若是中照机构嘛会当选择较省电的家电，减少电钱的支出，互长辈拢会当伫个适合的温度内底得到上好的照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文殊局这2天举办传统艺术的营队，带台湾各地头国小老师来认捌传统艺术。本地只开放30个名额，最后是有100多个老师来报名。营队的活动是安排得真丰富，咱嘛做伙来看卖。台卡的老师对台顶的演员试看卖烂摊戏的唱调，这是文化部文资局针对国小老师举办的传统艺术研习营。除了烂摊戏以外，也加一寡老师歌戏、布袋戏，包括音乐、甲说唱一寡传统艺术。平常时咱知影这传统戏曲，就是拢伫课本顶头看到的。希望讲今学这物件，转去甲教囡仔啊。传承这些我们传统的这些艺术，教主的时候，我会当教因安怎欣赏。文资局表示，这摆的研习营本正规划予30个老师参加，结果煞有100多人报名，所以增加名额到90人。不过营队只有20、21短2天，按怎设计课程，互大家人拢了解，也是重点。我们当然是先从最基本的乱弹戏的板仙戏开始说起，然后这就是最基础的唱腔。有教一些官话比较日常的用语，比如说你、我、他、谢谢，然后吃饭。对，我们小时候就是用生活的方式，也希望大家可以尽快的了解。烂摊戏演员表示，台湾目前只存一个专业演烂摊戏的北管剧团，真正通上台专业演出的人并无多。因望透过这种活动，老师回去学校就通有更较侪人认捌烂摊戏。文资局表示，会继续透过相关计划甲活动，推动无形资产的传承。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台湾原住民传统贺名的方式，每一组拢无同原民会甲内湖高中举办展览，专工来了解原住民贺名的方式甲意义，咱做伙来了解。原住民贺名方式甲汉人的无同，有卢凯本论排湾原住民血统的母语表示，伊的名是遵照排湾的方式来贺的。后来原住民同学也指出，透过这摆活动，了解贺名意义，嘛通了解无同族群的文化。我觉得其实就是算蛮开心的啦，就离乡背景到这里，然后还可以感受到家的温暖，这样就是很开心，然后也可以就是多多的向这里的人宣传我们自己文化的东西，就是觉得很有意义。这次看这个展，我觉得自己心里是感到非常欣慰的，然后让我觉得有一种回家的感觉。然后如果你们有兴趣，也可以过来看一下，赞。把家己名找回来，就是对家己族群的认同。台湾原住民传统贺名文化展早起伫内湖高中开幕，现场有原住民贺名的由来，也有原住民因为政治因素，这世人改过几若摆名的故事。原民会主委是表示，这个活动去年就有举办啊，因为反应是真好，今年就继续办。伊也讲，伫台北市区有学校主动表示要办这个展览，实在是真难得。我想在内湖高中来办特展，它还有另外一个很特殊的意思。虽然在校内的同学不是很多原住民，大部分都是一般的学生，但是透过这样的特展呢，可以让更多的同学
了解原住民的传统命名文化。那我相信对于我们的整个多元文化的这个交流会有更大的帮助。来有高中的校长指出，后来本地都有办真侪多元的活动，包括本土语言的学习，也希望透过这摆的展览，学生佮有社会大众，通对原住民的文化有更较深的认识。记者柯家选郑准优台北报道。来看屏东县村里乡的公所甲部落合作办理文书工作坊，甲民众家己来整理族谱，佮来对照历史的资料哦，来了解家族的故事，嘛会对家己的部落文化愈有自信。金竹协队详细讨论，这是屏东村里乡所举办的族谱整理工作坊，真侪部落少年人加入活动，借族谱去认识家族的故事。在做家谱就是一件还蛮特别的一个礼物啦。这样就是我的妈妈也在，然后我的舅姑也在，这样，对，就是这样，然后。陪着我们的小孩子，然后一起做这个家谱。写这个东西让我知道很多人让我印象深刻。指导老师柯建伟表示，工作坊带学员去地方采样做口述历史，再个对照亲族的关系甲文献，让学员去把家己的身份找回来。透过这个方式，会当建立对部落的自信。逐步把自己的家族的历史、跟家族的职位，还有他们的家族名找回来哈。那这样的环节哈，不只是鼓励传统领袖持续跟家族建构更多的连结以外，也能够让年轻人透过这样的方式哈，找回对文化的自信感。制作族谱虽然是大工程，不过柯建伟讲，这也是熟悉家己上直接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古早人讲，红鸡桌顶无个菜糕薄，也毋过哦，时代在变，有一寡传统的礼俗已经无合用哦。过去重男轻女的观念嘛，应该爱改变。来看中华的社区哦，就正用心来安排时段，做伙来讨论生死甲祭拜的议题。当安尼做，对，所以恁感觉这个会当改无？爱改无？古早人讲，红鸡桌顶无咧菜糕薄，毋过即阵时代已经改变。用桌仔椅和社区时代，哪算哪讨论过去的丧葬礼仪，敢有需要改变呢？讲这个捧斗的代志，捧斗本来拢是查甫的咧捧，即马爱改。查某囝无嫁啊，对无？安尼以后就爱家己一个伫外口，无法度甲家属的做伙，即款是足无公平。这是中华田中妇女馆举办的改变传统习俗的讲座活动。透过讲师的说明，为靠路头、夜下汤、红顶一寡礼俗来讨论，那已经无符合时代的需求，就应该来调整。即卖重点毋是讲以前无好，是时代的改变，咱就爱来接受医疗科技生命观念拢有改变，所以我感觉方法了着，搁借助桌游，我感觉长辈是会使接受呢。讲师嘛表示，推广的过程上接拄到长辈讲，新礼无说，旧礼无灭，大家会惊无对传统行，会互人讲硬话。透过游戏同齐分享经验，互长辈会当用无同的立场来思考，做伙讨论传统习俗要安怎调整。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即卖人哦，行到倒拢会用手机的 GPS 来带路。也毋过哦，对目睭看无的人来讲哦，只会当用听，是无讲介方便。日本东京有公司就开发出一种会当放伫鞋仔的设备，伊会用准的方式帮失踪人士来带路，做伙来看卖。体彩加白色的感应器装伫咧卫面加鞋仔内底，简单的辅助工具就装好啊。这是东京一间新创企业为了协助目睭无好的人出门找路所研发的辅助工具。手機各種專業嘅 APP 就能開始使用。初めての場所に行くときにはスマホの音声案内などが頼りですが、音声に集中すると周囲の状況に気を配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と言います。这种找路辅助器有分正脚甲倒脚，一个辅助器有3个感应的震动点，分别伫咧脚盘、脚底边、加脚后底。只要事先伫咧 App 内面输入出发的地点、加要去的所在，出门了鞋内面的感应器就会依照无共方向甲行动提供指示，像所当要倒发倒脚的脚盘会先震动，等到细弯的所在到啊，两只脚6个点拢会震动。周囲の環境に耳や目を向けながら
かつ足でナビゲートしてもらうことができるので、人混みが多いところ、そういうところにも積極的に足を向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另外，伫行岛要替鱼缸无好的人所研发的安全辅助工具，像鱼缸无好的双老牙师，就算装作听器也常常无听到后边的声音。怖くて、ちょっとこうやって振り返りながら歩くようにしています。这种辅助器爱派一个小型雷达，高挂会当接受雷达信号的表啊。若行伫咧路的后边有车挖来，前这雷达就会传送震动信号到表啊顶头。而且挖滚的前5秒，提醒要注意。公司新闻但是董编辑。来看墨西哥有一个挖进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的都市哦，因为这看喙齿的费用是比美国俗真济，所以有真济人就专工过境哦。这个都市哦，4条大路都要600间的齿科诊所，所以当地人拢讲这是全世界齿科诊所、有齿科医师上济的所在。今年64岁亚利桑那州的退休族大卫巴瑞10多年前开始专程穿过边界，去墨西哥俗称古齿市的洛斯阿科多纳斯看喙齿。伊讲真侪人误会墨西哥的齿科品质较歹，啊，毋过事实上这设备搁较先进。伊故乡的齿科也咧印模，啊，毋过这全部拢是电子化咯。When I first came, I needed quite a bit, a few implants and crowns. And in California, they quoted me $35,000, and I think I paid about $6,000 or $8,000 here. 美国总人口当中，差不多有1/4的人无齿科保险。我亚利桑那州设伫1894年修订，洛斯阿戈多纳斯就用优惠的介绍，每年请数十万美国人来看喙齿，因为介绍实在差真大，就算爱真侪摆会诊，差价要够支付旅程另外开销。修订4条主要街仔路，组织将近600间的诊所。当地人讲，这是全世界齿科医生上密集的所在。La clínica empecé yo solo. Cuando iniciamos por allá en el 1990 me independicé. Y de ahí ahorita a la fecha seremos como 60 personas en la clínica, somos 20 doctores, hay 12 unidades, tenemos otra clínica en la parte de abajo del pueblo y ahí nos dividimos la clientela, ¿no? 早伫网络和3级医疗照护服务变更较方便进行。洛斯阿戈多纳斯靠美国人之间的风声来传播，即嘛有专门的网站帮助病人挑选医生，解决乳头后倾问题。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下晡8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